嗱，好驚啊嗱，全世界睇下嗱，呢啲啊，我見到呢啲咧就有心理陰影，我好驚。哇，我好恐懼，諗翻起2013年的案件，被人冤枉，被人屈入去坐監。2014年正式入咗去。我諗翻起，哇！見到呢啲嘢咧，我好驚。2014，哇！恐怖到啊，想像唔到，又慘又成，唉！全世界幫我做證啊！過時過節見到呢啲嘢我都驚啊！哇！而家嗱，呢啲啊嗱，喺個天空上高咧，呢啲咧嗱，有唔同顏色嘅嗱，啊！見到啦，你哋見到啦，哇！唔呃你哋啊嗱，啊！有個真實姓名啦，嗱，麥志成啦，我今年39歲啊，27歲俾人屈啦，好驚。